多谢影评，过来看到高雄灵州国小为着要订做校校南平的步道，按算要甲即马种伫咧校校挖树位啊，拢种20外丛、40外重的树啊，山栽到树啊的即个银行内底。也毋过引起到保护树啊，这个团体大家伫咧骂，认为讲乌白安尼山栽会破坏珍贵的老树丛，即马校校嘛决定暂停即个计划。 学校边啊有一丛发甲真黄的青啊，毋但会当来纳凉，嘛会当耍爬树啊，一直拢是囡仔下课的时阵上爱去佚佗的所在。毋过即马即丛40岁的青啊，恐惊爱刷去别位啊，互囡仔拢就毋甘的。现在为了让我们的通学步道更加宽敞明亮，必须将它们移植到树木银行。虽然很舍不得，但还是祝福。 高雄市灵州国校为着甲学校南边的通学步道翻过，烦恼树根会影响到步道甲树位啊，所以学校就决定要甲步道附近的20外丛树啊，拢刷去树啊银行。其中这丛40岁青啊，嘛伫咧山栽的名单内底。为了增加通学的面积，还有安全的考量，所以呢，我们让19棵的树呢，以及这一棵榕树呢，是找一个适当的家去生长。 消息传出来，煞引起爱护树仔团体批评，认为无需要甲学校内底老树仔刷走。另外，山栽的过程，树仔嘛无一定会当挖落来。山栽恐惊的就是互已经种40年的树仔去送死。面对反对的声音，学校决定山栽的工程先暂停，整理大家意见了后，才来做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